1958年开始连载的诸葛树龙是台湾本土红仔册代表作之一，有协作台语电影保存台湾的文化，也即马伫咧台语放送。囡仔甲诸葛树龙的大神人啊，做伙表演电影内底剧情。诸葛树龙文化艺术基金会来到嘉义，用台语来放送诸葛树龙的电影，看到较早红仔册内底英雄角色，真侪长辈都感觉真欢喜。诸葛树龙是我囡仔时一直梦想见到的人物，因为一段时间拢无看到诸葛树龙，结果即马电视看到，甲电影看到，互我感觉足欢喜，我无法度形容的欢喜。感觉想到过去遐个囡仔咧看，大人对咧看，感觉足趣味的。除了电影的放送以外，诸葛树龙文化艺术基金会阁向大家来绍介动画制作的过程，甲诸葛树龙作者的背景。基金会表示，透过台语诸葛树龙电影的放送，然后长辈较好来感受以前的回忆，嘛，互即摆囡仔顺续来认捌台语的趣味。带阮囝来看阮爸爸细汉看的漫画，甲因即摆看的拢无共。嘿，以前的漫画拢较有意义啊，台词啊，甲即摆。真正差得多。以这个台语版是长辈最熟悉的语言来播放，一方面呢能够促进就是我们的母语教育，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又能够串起代间的教育。阮爸爸一定感觉真欢喜，会当从伊足熟悉上母语来播放这出电影，希望家己拢会在听到爸爸妈妈讲的话。中华专营教育协会表示，诸葛树龙是本土红仔册代表作品之一，嘛是真侪长辈成长的回忆。透过电影的放送，我若要来推广甲保存这个台湾的历史，嘛希望替长辈甲少年囡仔之间带来同款的记忆甲话题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